所以这些方面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活着的时候，好不容易遇到了佛法，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真正的价值跟这个实践的价值。那我们就是拿来这些这么殊胜的这个时间来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这个必须得要知道。那我们比如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今天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那就是很多的方面都是说台湾的经济说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算是非常非常好的。生活方面，当然就是任何一个人生活上面会有压力，但是这些压力不是说是过不去的压力，生活水平也是非常好的，然后工作有保障，然后就是有养老啊，就是健保啊等等各种各样，都已经很稳定的，实践的一个角度来说的，已经是非常圆满的。那这种时候呢，就加上就遇到了佛法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更是不一样的。平常我们一般自己就是观察出来的很多的，现在有些藏族的人，藏族的一些人，他们从藏地小时候到现在一直在生活，一直现在也在藏地的那些人出来，看到世界的时候，就自然而然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就包括我也一样，我也是有这种很多次有这种的感觉过。从这种环境比较艰罗一点的地方，就是在从藏地走出来到那个外面的世界，然后经济比较发达，然后比较物质的条件比较不缺的地方，就是比较有丰富的这样的地方，到了以后，那当然从外在方面，我刚刚前面讲的一样，就像从来没有去过，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公园里面一样。那当然，外在的这个世界跟环境来说呢，有很多不一样的，我都会想，这些比我们家乡好很多。哎呀，我们家乡都没有这些，会有这种想法的。但是看到了很多人，尤其是很多的老人家，到了年纪，然后从他们的这个内心里面的这种痛苦跟那种悲伤，带着在那个脸上的，而且他们如果是没有什么不健康感或者没有什么那种生活压力的，已经退休下来了，但是也有一些退休金等等的，不用再生活怎么说呢？那个担心的这些人，他们的这个过日子的方式，这些都看起来的话，有佛法跟没有佛法的区别是不一样的。藏族人很简单，就是尤其是那些老人家，也是今天过了，明天怎么样子，谁都不会去想。那生活这些方面来说，简简单单的，只要有一点点吃的，如果没有的情况下，也是看谁会给你，就这样就过下去的情况下，那实际上也是这样的。一个老人家变成这样，也没有什么能力，就是今天一个如果是有家庭比较好一点的，你也不用考虑什么你要吃什么穿什么，主要是我在有生之年我自己的任务是什么，好好修行。能走的情况下去绕佛像佛经。那到了一个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坐下来一直念经，一直念经。那每天到晚他们的讨论跟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在讲什么，都是，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念了多少什么经，今天一天的功课，他看到任何一个人，他们的讨论是，你念了多少，我就念了多少，我是早上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念，就是中午什么时候，那个下午什么，我是按照这样念，可能好像就是更好的，就这种，都重视这个。几个商人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直在讨论做生意的方式，去什么地方有什么特色，这里什么人可以，哪里可以好赚钱，哪里可以再得到什么就是更好的利润等等等等。那藏族的老人家嘛，碰到的时候都是会讲这些，没有什么我女儿怎么样，我儿子怎么样，我老公怎么样，这些根本就没有的所以这些来说的就是区别是什么？并不是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区别，人都是基本上差不多大同小异的，都喜欢快乐，不喜欢痛苦。这个是外国人也好那么这个中国人也好，藏族人也好印度人也好，
哪里的人都一样的，皮肤不一样，头发不一样，长相不一样。但是每一个人皮肤如果破坏受伤的话，就流出来的血都是红色。同样的道理，内心的这个想要得到幸福快乐感，不要痛苦的这个想法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但是寻找快乐跟寻找幸福的方式不一样。